發個提供資訊。戰爭爆發之後，2019年之後，我聽返嚟，如果拉到示威者，跟住就有乜嘢？簡單嚟講啦，就殺晒全家。如果富裕家庭或者幸福家庭就乜嘢啫？如果大家庭會點呢？聽講係咪真係全部殺啊？聽講有啲話係，如果真係大家庭，好似我咁，會點呢？我大家庭呢，就係澳門嘅，係啊，真正嘅大家庭就講返正題先，恐怖啊，殘忍。諗下先，頭先諗到啊，我唔爭再講埋啦，搞到被禁錮。有人話831之後，太子站嗰陣時咧，佢可能其實我相信唔係唔小心整死個人，係就係直頭係真係惡意嘅，之後後悔。但係你見到嗰啲人呢，可能有幾個人已經死咗㗎啦，係啊，有冇機會見到冇事？梗有啦，佢係未執邊嘅。自從死咗人之後，嗰啲有證據呢，你知唔知呢啲證據呢，寄到差佬100分嘅？但係點不知差佬警察為師未證，咁所以呢，鬧事嘅越傳越勁。佢諗住趕盡殺絕，喺埋深水埗封咗個天平櫃嚟封咗呢個鬼嘅出去，好多啲鬼呢，就幫啲靈體呢打返出去深水埗同埋太子站地鐵站。唔多講啦。咁所以呢，有時呢，嗰時睇紀錄片呢，有一個記者影到呢，喺旺角嗰度見到疑似貞子嗰啲女鬼，長頭髮，着白色衫，你都係見慣見熟㗎啦，即係日本嘅電影版嘅貞子，估都估唔到喺香港出現。通常手都着全黑㗎嘛，點解佢着白衫嘅呢？仲喺企防暴警察嗰度，唔知佢哋知唔知嘅呢？定當係普通市民呢？如果佢着黑衫，如果畀警察捉到呢個女貞子呢，一定嚇撚死嘅。咁所以有人影到，我亦都睇到，我都會抄下嘅。哎呀，呢個故事呢，係啊，通常啲差佬暗我打我呢，都拉 Q 咗佢先。有一次幾乎係整死人咁滯，我唔知啦，聽返嚟啫。唉，咁所以呢，如果將來戰爭爆發之後呢，你挺身而出
做英雄。如果唔係，你好似嗰啲似狗男女啊，幫差佬嗰啲人呢，你加埋呢啲，死得仲多人。咁所以呢，你冇幫警察啊？如果你幫警察，你唔驚有報應㗎？又冇錢，傷咗，警察都唔會嗌多謝，唔單止，仲有報應添。你覺得好唔好啊？你好嘅，你咪做咯。諗下死人佬啦，仆街。